国际新闻继续关心缅甸大地震。大地震发生到第5天下，军方伫昨昏宣布内战的临时停火，停到4月2日，大声来救灾。目前已经知影这场地震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，超过4500人受伤。也毋过伫停火的前一天，阁发生中国红十字会车队去互缅甸军开枪。即马中国外交部是表示，外国的搜救队去斗救，当地政府应该爱保证因的安全。 火下底条人一个换掉的，搜救人员赶紧大声喊发热，过来斗相共沟通，希望知影下骹的情形，要成功甲人救出。缅甸强烈地震第5天，首都奈比都一间倒落来饭店，有2个拢是26岁查甫人被救出。伫东在区石街有一位47岁小学的校长，互人对一间倒来饭店内面救出。第二大声曼德勒催泪也传出第4件救援成功的行动，不过其他灾区挖出来拢是尸体。 နိုင်ငံတကာထိခိုက်ခံစားနေရသောတနိုင်ငံလုံးရှိပြည်သူလူထုအားစာနာထောက်ထားနားလည်သောအဖြစ်၎င်း。这是缅甸军政府催泪发布的消息，国际社会正意外。这个国家即马伫咧内战，国拄着强烈地震，哪甲反抗军对战，哪向国际要求援助救灾。虽然宣布停火，不过政府军也经过反政府武装组织每个攻击，那么会面临着必要的回应。缅甸的内战加强烈地震，和人道危机愈来愈恶化。联合国统计，地震进前就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无家可归，2000万人需要帮助。 确保中方在内的各国的救援人员和物资均保证安全。伫咧宣布停火前一晚，反讲缅甸军方对正伫咧运送补给品的中国红会车队开枪。中国方面讲已经有布备运送的路线，缅甸方面讲无收到，车队无停车，安全部队向天顶开枪警告。国际红会讲正伫咧调查这件代志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